2026年世界盃，41歲嘅 C 朗喺對戰剛果嘅時候，幾乎全場隱形。第二日，葡萄牙嘅球報出咗一篇文章，標題寫住：多謝你 C 朗，但係而家係時候離開啦。葡萄牙隊內都傳出不和嘅傳聞。祖奧利維斯同埋班奴費南迪斯亦都喺 IG 俾朗迷出征。今時今日，C 朗喺葡萄牙國家隊嘅身份進入咗一個好尷尬嘅位置。呢條片我哋用 C 朗嘅角度出發，回顧返佢呢10年嘅國家隊生涯。呢個係一個信念嘅故事。2016年歐國盃，葡萄牙小組賽3場全部打和，勉強以最佳第3名出線。葡萄牙受到媒體嘅一眾質疑，覺得佢哋嘅表現不如預期，當中亦都包括葡萄牙自己嘅媒體。C 朗同媒體講：我哋要保持信念。呢一句說話唔係打緊雞血，佢係講緊一啲佢真係相信嘅嘢。到咗8強同波蘭踢成1-1，要靠互射12碼分勝負。喺安排劊子手嘅時候，葡萄牙嘅莫天奴匿埋咗喺角落，唔出聲，亦都唔舉手，唔敢負起呢個責任，因為佢喺上屆歐國盃對西班牙嘅時候射失咗12碼，導致球隊4強出局。呢個傷一直喺佢心裏邊未能痊愈。C 朗睇穿咗佢，佢行埋去同莫天奴講：你今日已經踢得好好啦，如果今日輸咗，亦都係神嘅安排。最緊要係你展現到你嘅個性，堅強啲，相信你自己。最後，莫天奴走上去射入咗呢個12碼，幫助葡萄牙晉身決賽。1星期後嘅決賽對法國，全世界都唔睇好葡萄牙。開波第9分鐘，C 朗嘅膝頭哥俾派爺撞傷，佢試過企起身繼續踢，跌低，再企起身，再跌低，最尾都係要由擔架抬離場。佢喺擔架上面揞住面，忍唔到眼淚。呢一刻，葡萄牙全國都靜咗落嚟。另一邊嘅法國就好似已經提前攞咗冠軍咁。對於一個永不言敗嘅人嚟講，最殘忍嘅唔係輸，而係連踢都冇得踢。但係佢都依然冇放棄。受傷後嘅佢好快就包翻繃帶，企翻出場邊，用盡力咁提醒隊友，跑前跑後，連教練都要避開佢。喺中場休息嘅時候，更衣室已經一片死寂。C 朗企出嚟同大家講：我哋今晚一定會贏，所以一定要堅持落去。喺全隊都謝晒嘅時候，C 朗就係嗰個永遠都唔會放棄嘅人。喺艾達下半場準備入替嘅時候，C 朗走過去同佢講：你今晚會射入致勝嘅一球，我知㗎。艾達係邊個？佢踢咗1年史雲斯，一粒波都冇入過。亦都係呢句說話俾到信心艾達，令佢喺加時嘅時候射入咗致勝嘅一球。C 朗從來都唔會質疑自己，所以佢都唔會容許佢嘅隊友質疑自己。2022年世界盃呢一年，C 朗37歲，佢已經唔再係好似6年前歐國盃嗰陣可以主宰戰局。對南韓嘅時候，佢喺第65分鐘被換走，鏡頭影到晒佢嗰個不屑嘅表情。呢一次，葡萄牙人開始對佢口誅筆伐，令到山道士明確提出唔中意佢呢個反應。喺葡萄牙嘅球報作出嘅民調，亦都反映70%嘅葡萄牙球迷要求佢坐板凳。於是喺16強對陣瑞士嘅時候，C 朗真係被列為後備。而頂替佢嘅岡沙路拉莫斯上演咗帽子戲法，葡萄牙6-1大勝，更加坐實咗 C 朗嘅存在影響咗全隊表現呢一個說法。葡萄牙喺8強被摩洛哥淘汰出局後，佢行入球員通道嘅時候，忍唔住流下眼淚。之後佢喺社交媒體度講：
我嘅夢想完咗啦。但係如果咁容易就放棄嘅話，佢就唔會去到今時今日咁嘅高度。佢以39歲嘅高齡再次參加歐國盃，呢一次佢一球波都冇入過。喺16強對斯洛文尼亞嘅賽事，佢甚至喺加時嘅時候射失咗一個關鍵嘅12碼。呢一次佢再次流下眼淚。由8年前鼓勵隊友挺身而出去射12碼，呢一次輪到佢嘅隊友鼓勵返佢轉頭。但係鐵人就係鐵人，去到互射12碼階段，佢冇選擇退縮，主動走上去做第一個主射，幫助葡萄牙贏得呢個互射12碼。呢個就係佢嘅領導方式，永遠都唔會退縮，肩負晒所有嘅責任。領隊馬天尼斯賽後亦都表示，呢一種自信係每一個球員嘅榜樣。不過呢一次，葡萄牙最尾都係喺8強就俾法國淘汰出局。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呢一年，佢41歲，全世界嘅球迷都問緊同一個問題：C 朗究竟仲幫唔幫到葡萄牙？未開波之前，域真亞已經回答咗呢個問題。我好希望同 C 朗一齊贏得世界盃，佢身上有好多嘢值得我哋學習。雖然對烏茲別克入咗2球，但係 C 朗依然面對一大片嘅質疑聲，因為佢嘅對手美斯、麥巴比、夏蘭特全部都入得比佢多。今日嘅記者會係 C 朗罕見地公開示弱，雖然唔知係真心定抑或真係力不從心，但係如果係真嘅話，我覺得對佢係一件好事。真正令 C 朗可以再走前一步嘅，唔再係盲目咁相信自己，而係要相信你嘅隊友。如果做到呢一點，我相信對佢嘅質疑聲會少咗好多。個人主義係 C 朗最被詬病嘅原因之一，而後生嘅佢的確係無所不能。即使佢個人主義，你都揾唔到位入佢。到佢年紀漸長，冇咗當年單人匹馬解決問題嘅能力之後，呢種踢法同埋心態就要有所改變，就好似對烏茲別克將個罰球讓俾文迪斯射咁。去到最尾，我都講少少自己嘅觀點啦。之前我都做過一條美斯嘅片，而我覺得美斯嘅故事點解咁動人，係因為佢展現到正常人會有嘅軟弱，而 C 朗嘅一生係永遠都唔會認輸。呢一種性格令到人感覺有距離感，好離地，所以好多時佢就成為咗人哋眼中嘅奸角。不過點都好啦，我都希望 C 朗喺呢屆嘅世界盃可以展現到佢唔同嘅個性，帶到葡萄牙更進一步。今次 C 朗國家隊生涯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，好多謝你睇到而家，歡迎你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。如果有啲咩故事想我去講嘅，亦都可以留言提出。多謝你。